台中一个妈妈带2个查囝到成品商场来洗鸡，互保全母热是贼啊！原警到场处理，拢无查证，就甲母仔囝带去派出所。警察局公布着处罚的名单，3个原警共计1支到2支的新界，阁会来追究着所长的责任。母仔囝3个人，互5个穿制服的员警带登去派出所，因只是伫咧成品洗鸡，互业者质疑偷摕物件。到场员警无查证，就直接甲因带去附近的派出所。请问我到底为什么要去警察局？事后查证，母仔囝3个人根本就无偷摕物件，无缘无故甲囡仔互带去派出所。老母是气甲向市长罗秀燕甲警政署长陈情。事后，罗秀燕甲台中市警察局长李文忠拢伫咧公开场合会室内，在保市议会开议进前，警察局公布处罚的内容。当时的5个员警，除了2个见习生以外，拢互记新界，违反了我们处理刑案的相关规定，所以代班的员警经过调查的结果，合予申诫2次。另外2名协勤的员警各予申诫1次。那2位实习生，因为他们是见习的身份，这个部分并没有不会做惩处。那是现场的3个员警分别会互记1到2支新界。李文忠阁强调，当时接到报案无开报案3连单的员警，嘛互记2支新界，阁会追究所长的责任。后续会甲规个案件列作教育宣导的内容，加强员警现场执行勤务的参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